你怎么来了？顾总，给您开车接您上班啊？你姑姑不是还在医院吗？姑姑我都安顿好了，走吧。顾总，我给你买了点水果，感谢您昨天帮我。小事情，没必要谢我。对我来说啊，一点也不小。你能借钱给我，就证明我能继续留在公司工作，还可以继续跟你学习。你大学为什么没读完？因为奶奶年纪大了，还有阿尔兹海默症，需要人照顾。姑姑呢，身体也不好，我就休学打工了。好在现在一切都慢慢好起来了。会好的。顾总，您能不能多笑笑，不要老板着脸，真成老板了。对我有意见？不是，虽然跟您接触的时间很短暂，但我能感觉到您是个好人。我姑姑也这么说，她还问我你多大，有没有女朋友呢？她还说了，为了感谢你借钱给我，要给你介绍女朋友。我们小区里的人她都认识，你想要什么样的，她都可以给你介绍。帮我谢谢他。你看，您终于笑了。我要开车。收到。佳佳，你怎么天天都在吃啊？吃零食能让我心情好啊。快递寄完了？寄完啦，小宁帮我寄的。你不能把所有事情都推给蒋小宁啊！我跟你讲，小宁最大的错误就认识你了。我哪有？我可喜欢小宁了。那人家喜欢你吗？喜欢，公司每一个同事我都喜欢。你看看，那是人小宁。邓哥，哎，邓哥，你这个设计图能借我看看吗？你能看懂？当然，我大学学的是设计。可以。谢谢。万玲姐，去工地了吧？辛苦了，我去给你倒杯水喝啊。好，谢谢。对了，蒋小宁，你过来一下。跟他说你过不去，今天下午都得忙顾总的事情。凯哥，你的事情先放下，我等会儿过去啊。蒋小宁，胆儿肥了是不是？你到底归谁管啊？反正不归你管，这是设计公司，一切以设计师为大，明白吗？我不明白，我是不是得给你跪下磕一个？那你现在跪下磕，用给公司创造的业绩，你给我跪下磕头都不够。哎呦，那我再给您烧点纸行不行啊？二位，曼玲姐，凯哥，有任何事情告诉我就可以啦。我今天加班，做完了再走。天气热，别吵架伤了和气。有任何事情吩咐我，别气着自己，好吗？别吵架啊！